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Vicky，而家嚟到新寶城嘅3座嘅高層 B 單位，實際面積係378尺嘅兩房，連埋天台，我哋一齊睇下先。長方形嘅盒飯廳，完全冇走廊位，實用性高。單位坐向東北，遠眺銀線灣嘅海景，有山有海，好風水。呢個單位屬於眼景房嘅開則，四方形嘅間隔，而且有埋雙邊嘅窗戶，加強房間嘅空氣對流。呢一間可以做主人房，左邊呢個位置預留咗一個衣櫃位，廳房同向嘅景觀，而且屬於高層，俯瞰成個坑口區嘅樓景。浴室保留原有嘅裝修，浴缸嘅設計有埋窗戶，廚房有翻新過，換咗上下兩組嘅櫥櫃，新淨企理。算啦，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話，可以 WhatsApp 或者打電話俾我啦。我哋喺邊再見，拜拜。我哋望埋個天台先，大約有260尺嘅面積，可以打造自己私人嘅空間，晾下衫，約埋朋友嚟 BBQ，享受大自然嘅美景。